如心分享 Kevin， 今日介紹萬景峰3座醫室，實用面積507尺，係一個2房單位，帶大家參觀下。近大門口位置咧，可以做翻飯廳，呢邊可以擺放翻餐台，另一邊咧都擺咗個高身嘅儲物櫃，咁下邊咧仲可以做埋鞋櫃。飯廳呢邊近翻廚房啦，咁我哋先睇下廚房啦。咁廚房咧見到都好新淨嘅，櫥櫃咧都係新做，而且有窗嘅設計，擺到基本嘅電器。近露台呢邊咧可以做翻客廳啦，咁見到擺咗大梳化啦、地櫃。露台行出去望下，呢個露台咧都算闊落嘅，咁景觀咧非常之開揚，方向向翻東南，望翻市景，近望翻自己屋苑內園。走廊位置，走廊行入嚟左手邊呢，就係第一間睡房，見到放咗張雙人床啦，擺咗個5桶櫃，而另一邊呢，就係浴室，浴室呢都好乾淨企理，保留翻浴缸。呢邊係主人房啦，咁主人房呢有2邊窗，擺放咗雙人床同埋大衣櫃。如果對單位都有興趣想睇嘅話，可以聯絡我啊！拜拜。